關於膝頭哥痛，好似人會咁樣話俾你聽，你一直拉伸，一直加強，咁未必係錯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嘅訓練刺激太過單一咧，反而可能令到你一直原地踏步。因為膝頭哥真正需要嘅咧，可能唔係更加多同樣嘅訓練，而係3種完全唔同嘅刺激。咁大多數人咧，淨係練到其中一種。咁今日咧，我會將呢3種拆開分析俾你聽。咁第一步就係做等長訓練，咁就教翻你嘅肌腱點樣去承受到負荷先。咁好多人咧會先處理呢一步嘅，咁好多人膝頭哥一痛咧，就即刻去做翻啲動態嘅訓練，好似深蹲啊、弓箭步啊、leg press。咁第二步就係啲末端角度嘅力量啦，咁就係你比較脆弱啲嘅位置去建立翻一個活動嘅能力同埋力量。咁呢個就係大部分人咧訓練入邊嘅缺口啦。咁好多人咧平時咧淨係喺自己舒服嘅角度入邊訓練嘅，可能有啲人會做半蹲或者好淺嘅弓箭步，或者啲好短行程嘅腿部嘅訓練，因為佢覺得咁樣會舒服少少。最後就係增強式訓練，咁就教你膝頭哥點樣吸收同埋釋放翻能量。咁呢個咧就係好多人訓練嘅時候咧缺乏嘅一部分啦。你可以喺慢速可控制嘅深蹲入邊咧好強，咁但係你一跳一落地一變向咧，膝頭哥咧都係頂唔順。咁因為慢速嘅力量咧，同埋快速吸收、儲存同埋再釋放力量咧，係2種唔同嘅能力嚟嘅。而增強式訓練咧就係練呢樣嘢啦。咁佢牽涉到肌肉同埋肌腱嘅伸張縮短循環，亦即係我哋嘅 stretch shortening cycle。所以我哋由低劑量開始，唔好一開始咧就跳太高，強度太大。